诗篇第88篇，克拉后代的诗歌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教士的诗，交予圣乐长，调用马哈拉利暗五。上主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眠日伫你的面前求救，愿我的祈祷达到你面前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求，因为我经历真侪患难，我的性命面临死亡，我甲要落阴府的人相款，拢无气力，无帮赞。我互人踮伫死人中间，亲像受害的人倒伫梦内，无搁互你记得，无搁得到你的帮赞。你甲我迄伫深坑，伫黑暗的深渊，你的受气重重缀我，你用海涌对四面淹没我，你互我的知己离开我远远，互因掩护我。我受关禁，袂得出去。我因为忧闷，目睭花。上主啊，我逐日求叫你，我向你举手祈祷。你减要行奇事，互世人看。阴魂减会起来称赞你，人减会伫梦内讲起你的慈爱，人减会伫灭亡的所在讲起你的信息。伫黑暗的所在，你的奇事减有人看袂到；伫无记忆的所在，你的公义减有人袂知。上主啊，我有对你祈求，早起时我的祈祷会透到你面前。上主啊，你是安怎气杀我？是安怎毋面毋看我？我对少年受苦，险死！我受到你责罚，直到心混乱。你的大受气甲我缀喙，你用惊吓甲我毁灭。这代志亲像大水，规日围我，对四面围困我。你将我的亲友隔开远远，黑暗煞变做我唯一的同伴。